台南的美食真出名，不过相对产生的废食用油的数量嘛真可观。台南永瑞公司专门回收废食用油，并且转做成高质化的低碳工业用油，实行碳足迹的盘查，明确说明低碳工业用油所产生的碳排放的数据。根据查证的结果，废食用油处理以后所产生的每一吨低碳工业用油，碳足迹大约是2.8公斤，不但具有外销欧美的潜力，对着国内环保、循环再利用嘛真有帮助。首先还是要先感谢台南市政府，尤其是环保局跟公测会，他们一路走来对我们中小企业的帮忙，对于我们循环经济默默的在背后的支持我们，我们才有机会可以走到今天。这个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谢谢。那第二个当然是很荣幸可以邀请到这个国际知名的第三方的认证公司雅瑞斯，来帮我们做这个 ISO 14067的一个产品碳足迹的一个认证。那我们也期许自己，在这个认证之后，对于智能机台的部件还有废油，把它变成是低碳的工业用油，可以应用到各个需要低碳的产业。我们的 ISO 它也取得我们的回收再利用的认证，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来肯定的地方。所以我想说，站在环保局，我们要来既然深根留在台南，我们的政府机关就有责任把这么棒的企业推到我们的市场上。让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大户夜市的大户、烹饪的大户，跟我们一般的民众，能够来做这样子的 recycle 的一个工作。这项的成果不但得到国际认证公司雅瑞士进行第三者外部查证，确信相关的数据和资料，并且通过合理保证等级的查证声明书。日前有着雅瑞士公司的总经理陈建章代表颁证证书，李介宁退休的环保局代理局长何俊彦嘛亲自来见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